命與醫治，若失去了，想什麼用什麼來抵擋邪惡，祈求守護我心，勝過守護一切，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。祈求守護我心，勝過守護一切，要積蓄主的話，植根於我最深處。我的心不可掉以輕心，我雙腳不可偏離路線，研讀主的話，必得保護與指引。若失去了，想什麼用什麼來抵擋邪惡，祈求守護我心，勝過守護一切，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。祈求守護我心，勝過守護一切，要積蓄主的話，植根於我最深處。祈求守護我心，勝過守護一切，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。祈求守護我心，勝過守護一切，要積蓄主的話，植根於我最深處。祈求守護我心，勝過守護一切，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。祈求守護我心，勝過守護一切，要積蓄主的話，植根於我最深處。要積蓄主的話，植根於我最深處。啟示錄第17章1到18節，拿着7碗的7位天使中，有一位前來對我說：你到這裏來，我將坐在眾水上的大淫婦所要受的刑罰指給你看。地上的君王與他行淫，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亂的酒。我被聖靈感動，天使帶我到曠野去，我就看見一個女人騎在朱紅色的獸上，那獸有7頭10角，遍體有褻瀆的名號。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紅色的衣服，用金子、寶石、珍珠為裝飾，手拿金杯，杯中盛滿了可憎之物，就是她淫亂的污穢。在他額上有名寫着說：奧秘哉，大巴比倫，作世上的淫婦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。我又看見那女人喝醉了聖徒的血和為耶穌作見證之人的血。我看見他就大大的稀奇。天使對我說：你為什麼稀奇呢？我要將這女人和馱着他的那7頭10角獸的奧秘告訴你。
你所看見的獸，先前有，如今沒有，將要從無底坑裏上來，又要歸於沉淪。凡住在地上，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生命冊上的，見先前有，如今沒有，以後再有的獸，就必稀奇。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，那七頭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，又是七位王，5位已經傾倒了，1位還在，1位還沒有來到。他來的時候必須暫時存留。那先前有如今沒有的獸，就是第8位，他也和那7位同列，並且歸於沉淪。你所看見的那10國就是10王，他們還沒有得國，但他們一時之間要和獸同得權柄，與王一樣。他們同心合意，將自己的能力、權柄給那獸。他們與羔羊爭戰，羔羊必勝過他們，因為羔羊是萬主之主，萬王之王。同着羔羊的，就是蒙召、被選、有忠心的，也必得勝。天使又對我說：你所看見那淫婦坐的眾水，就是多民、多人、多國、多方。你所看見的那10國與獸必恨這淫婦，使他冷落赤身，又要吃他的肉，用火將他燒盡。因為神使諸王同心合意，遵行他的旨意，把自己的國給那獸，直等到神的話都應驗了。你所看見的那女人，就是管轄地上眾王的大城。親愛的弟兄姊妹，今日讀到嘅經文係啟示錄第17章。我哋睇到神喺異象中俾約翰睇到一個好大嘅審判。呢一個審判可以話係人類歷史嘅一個結束，就係神對呢個大淫婦嘅審判。約翰所看見嘅女人，其實係一座大巴比倫城，集政治、軍事和宗教於一身嘅邪惡系統，包括咗當時嘅羅馬帝國。佢殺害、逼迫所有忠心為主作見證嘅聖徒，係一個宗教嘅大巴比倫城。佢同魔鬼聯手，呢個女人手中拿着盛滿可憎之物嘅金杯。可憎之物喺聖經之中被形容為拜偶像，係屬靈嘅淫亂，對神不忠。魔鬼一直製造咗好多嘅宗教，為咗要僭奪人對神嘅敬拜。而當時主耶穌都係俾一班宗教家同埋政權迫害，其後又有羅馬天主教去逼迫殘害嗰啲真正信耶穌嘅聖徒。咁如今呢個女人又點樣敵對神呢？狡猾嘅魔鬼唔單止製造咗許許多多嘅宗教，更加建立咗一個世界性嘅系統，叫所有人拜金牛犢，叫人侍奉馬門，使人沉醉喺拜金主義嘅社會裏面，不能夠自拔，甚至連聖徒亦都受佢嘅試探同埋引誘。弟兄姊妹，我哋千祈唔好為咗升職而不擇手段，亦都唔好為咗一啲金錢上嘅利益而做出一啲唔道德嘅交易。我哋要謹記，嗰啲想要發財嘅人係會陷在迷惑，會沉在敗壞和滅亡之中。感謝主，
喺第14節裏邊，我哋睇到羔羊必勝，同着羔羊嘅就係一班蒙召、被選、有忠心嘅人，佢哋也必得勝。感謝主，喺這邪惡嘅世界系統之中，有一班蒙召、被選、忠心跟從主嘅人，佢哋都在羔羊得勝嘅行列之中。求主呼召我哋一直嘅忠心跟隨我哋嘅主嘅腳蹤。我哋一同嚟禱告啊！主啊，你翻嚟嘅日子近啦，呢個大巴比倫城將要被神審判而結束。求主保守我哋，不叫我們遇見試探同埋引誘，提醒我哋不要愛世界，呼召我哋一直忠心跟隨你，靠主得勝，過一個分別為聖嘅生活，迎接主你嘅回來。垂聽我們嘅祈禱，奉我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祈求，阿門。